请问丁美式啊，这台语上侪人安怎讲呢？哦，美术这边是冰清加 B， 冰嘿冰嘛有冰港嘛吼，嘿啊倒落去就是加 B 尔，纯加 B 尔，所以我的是冰清加 B， 清的咖啡啊。简单啦。哦，啊，我这边是冰乌咖啡。哦，因为你加一个哦，啊，因为就是无蓝，就是原本的乌咖啡，哦只是冰的尔。哦，因为我是无听过有人讲冰清咖啡，这收过优雅。有啊系啊，啊啊要啉咖啡就我要是一个冰的乌咖啡就好。因为江辉吼，二姐有一条歌无做乌咖啡，是。啊，人喺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的人嘛拢讲咖啡乌啊，咖啡乌啊。哦，伊的色乌，你叫伊乌咖啡，啊，伊无淋其他物件，所以叫青咖啡，拢有伊的道理啦。是。吼，但是就是目前冰乌咖啡较侪人选，吼，这比例有到8成外咧。好，谢谢老师。